有乡亲暗时啊开车翕到这段画面，这哪有一间庙啊，搁咧走，啊，甲愈走愈紧的。这是一台拖拉机啊，伊载的是一个宫庙的厝顶，这毋是宫庙的厝顶去用偷摕去啊，伊是对屏东的南州所出发的，要到新竹来起庙。即摆起庙流行这款的吼。 到差不多了，大地用拖拉机甲载到现场，才来组起来。你想这款情形吼，这差不多20坪的宫庙，安尼起吼，要500万以上啦。民众洗车伫咧路的，毋过头前哪有一座庙伫咧山顶上，敢讲是目睭看甲火气。毋过真正看，竟然是一座庙的厝顶，搁占2条车路，后边车看光驶，完全无法度超车。敢讲这是神明的移动城堡。哦，它是庙宇吗？还蛮特别的。 但是也不会特别想去超过，或者是它这样已经占用到2个车道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蛮有趣的。前面有个神明在挡住啊，神明要让他，你不敢超越神明吧？超越神明好像对他不太有礼貌。伫咧路拄到宫庙伫咧山顶上，对真侪民众来讲真特别，不过对屏东人来讲，这也无啥。 车驶伫咧新北大桥边仔摆真侪新店金炉，非常壮观。这一座山顶上宫庙，就是会者来翕。黑琉球顺良宫大厝，原来伫咧屏东的南州乡，有一间起庙工厂的假品公司，讲是亚洲上大间的。这摆叫民众翕到的，就是准备再到新竹20坪的宫庙，要500万以上，买用2天的时间，才有法度上到位。 用大台吊车把庙的厝顶设立吊起来。事实上，这座道宫庙伫咧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真值款。中国目有组合庙的概念，报价高原上差不多拢要100万。这摆叫翕到宫庙伫咧路的爬爬走，互民众感觉深受个趣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